2月4日跑馬地夜馬獨角獸香港賽馬貼士。大家馬迷好，大家可以重溫返上次獨角獸所提供貼士嘅賽果。第一場1200米4班，呢一場係精選嘅心水選擇，首選1號寶城至好134磅8檔，潘頓配呢個告東尼。次選2號好精神130磅2檔，艾少禮配呢個葉楚航。三選4號駿馬之寶130磅6檔，梁家俊配呢個羅富全。最後11號百里王122磅11檔，紀仁安配呢個鄭俊偉。第二場1200米4班，呢一場係精選嘅心水選擇，首選4號踏雪尋梅131磅11檔，潘頓配呢個韋達。次選7號天下寵兒129磅6檔，紀仁安配呢個呂健威。三選6號良區好友129磅1檔，何澤堯配呢個文家良。最後1號決一劍135磅3檔，布文配呢個廖康銘。第三場1650米2班，首選5號新義馬122磅5檔，希威森配呢個廖康銘。次選8號銀亮奔騰115磅8檔，田泰安配呢個尤達榮。三選2號喜蓮勇敢134磅2檔，布文配呢個沈澤成。最後3號大浪淘田126磅4檔，巴道配呢個丁冠豪。第四場1800米4班，首選5號密密送130磅8檔，麥文堅配呢個韋達。次選12號暴風雷117磅11檔，艾少禮配呢個伍鵬之。三選1號勁進良區135磅4檔，奧爾文配呢個賀賢。最後3號盈妙星130磅10檔，潘頓配呢個大衛希斯。第五場1650米4班，首選3號加州活力133磅8檔，布文配呢個告東尼。次選10號眾星123磅6檔，奧爾文配呢個賀賢。三選8號翠兒威威124磅3檔，周俊樂配呢個毛偉傑。最後5號本領非凡131磅10檔，何澤堯配呢個羅富全。第六場1000米3班，呢一場係精選嘅心水選擇，首選3號好好戀愛132磅7檔，
何澤堯配呢個方嘉柏。次選4號年年幸運123磅9檔，黃志宏配呢個沈澤成。三選6號精彩福星125磅1檔，希威森配呢個大衛希斯。最後5號燭光晚餐127磅6檔，紀仁安配呢個徐宇石。第7場千二米3班，首選5號津智神125磅11檔，潘頓配呢個蘇偉賢。次選9號加州本事120磅7檔，蔡明紹配呢個毛偉傑。三選8號沙井之友120磅5檔，周俊樂配呢個沈澤成。最後1號有愛心得135磅12檔，麥文堅配呢個大衛希斯。第8場千二米2班，首選2號風雲武士135磅2檔，布文配呢個大衛希斯。次選8號至尊貴寶118磅12檔，梁家俊配呢個羅富全。三選11號勁進輝煌115磅10檔，田泰安配呢個蔡約翰。最後10號水晶酒杯115磅5檔，班德禮配呢個貴福特。第9場1650米3班，首選5號雙影紅119磅3檔，黃志宏配呢個方嘉柏。次選6號仗義124磅1檔，紀仁安配呢個毛偉傑。三選9號爆得美麗122磅12檔，田泰安配呢個蔡約翰。最後11號海明神駒117磅5檔，鐘奕禮配呢個沈澤成。提醒返各位馬迷，今日嘅3場精選心水選擇分別係第1、第2同埋第6場。之後麻煩大家免費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撳埋隔離嘅鐘仔，咁有新片就可以馬上通知大家。點讚我哋嘅影片，多謝晒大家支持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